小欢迎来看发生伫花莲的消息。这个花莲的弃尸案，最后一名在逃的姓林的主嫌，昨暝伫桃园互人掠着，三嫌犯拢真奸诡。调监呢，无要讲弃尸地点甲动机，就是怕什么影响警方办案。依照调查死者，敢若是帮派时代，伫花莲以卖毒品为主，嫌犯是伊的细汉的，因为不满讲这卖毒品的钱项交代无清楚，互人假释，双方最后发生冲突，所以讲痛下杀手。 为什么要痛下杀手？两只手铐铐起来，规身躯穿甲真密。叫警察押登去的，就是花莲山顶弹杀尸体命案姓林的主嫌。犯案了后，走到桃园，走路浙江，伫咧昨暝铐掠起来。这件互人听解调查件弹杀尸体命案，嫌犯用帆布水管包尸体，漂毁深山哪内。 斗阵犯案的嘛阴天，万年黑白报地点，佮挑过伊讲无清楚动机，想要互警察派侦办。伫夜店内底，真侪人伫咧相斗，场面乱糟糟。警察1号暗时正发现死者伫咧夜店拄撞真女朋友含现金，两边摕武器伫咧攻击，有可能是警察。啊，若扣掠起来，嫌犯是讲两边做无够分，佫有消息讲死者有毒品前科，敢若分赃毒品，乌食乌，家己人害家己人。本案针对死者以及我们涉案的犯嫌。 有没有涉嫌到帮派的一个情势？本局将会持续的做后续的厘清。随姓林的主嫌扣掠起来，案情嘛特别现光。根据了解，死者是乌队阿尼基，平常时也伫咧花莲卖毒，敢若是因为细汉的乌食乌扣掠着，扣阿尼基家驾驶，才会扣分甲人害死。不过详细动机还阁等检警调查厘清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